大家好，我係培心大師。今日咧就想分享下俾大家聽，機械豬大佬贏過夜王鋼鐵小雞大哥，佢隻驅動騎士同埋地底王咧嘅配置係如何咯？咁佢係頂級配置嚟嘅。首先啦，4星專武啦，全部都係血裝，5000萬血。睇一睇佢嘅裝備先，競技免傷、競技增傷、瀕死引爆，頂級。鞋烈攻增傷、低速免傷，神級。陣營免傷、集中傷害，哇！條褲又勁，手套仲勁，效果複製加生命2，哇！增幅卡啦，全生命加成啦，效果抵抗10%。Oh my god！ 點樣使出嚟嘅 ？S 級增幅卡免傷同埋生命，跟住仲有條競技增傷9%。Oh my god！ 科技增幅卡效果抵抗暴擊格擋率，陣營增傷乘2啊！哇！2條生命卡，哇！咁佢打甲蟲都幾痛喎，應該。嚟到印記呢度啦，哇！係2個9級啊，一個生命9級，一個穿刺印記9級啊，呢個我都未有，邊度夠用啊？好勁呢個！咁我哋睇一睇佢哋地底王啦，哇！地底王都係猛嘅，4700萬血啦，生命裝競技免傷，行動回復，治療率低速免傷，生命加成，又係低速免傷，跟住陣營免傷，群攻回復，哇！又係一條效果複製2啦，睇下真係神裝佢啲係。全生命啦，跟住就效果抵抗2條，呢張誇張啊！3效果抵抗1效果命中，我都唔知佢點使出嚟。跟住2條生命2個免傷率啦，全部效果抵抗印記3個利劍，你估下佢效果抵抗有幾多？你根本就暈佢唔到咁滯嘅。好，3、2、1開估278.85，基本上我開局嘅時候呢，有90%時間都係暈佢唔到嘅。所以大家都明點解可以贏到阿鐵哥，記得 comment、like、subscribe 同 share 我 channel 啦，拜拜。